你好，呢條影片將會為你介紹水漾 E 方嘅自助兌換機、會員卡機、自動售賣機、投幣洗衣機同埋投幣乾衣機嘅使用方法。如果你身上唔夠硬幣，可以用我哋嘅自助兌換機唱散紙幣。首先放入紙幣，你可以放入10蚊紙、20蚊紙或者50蚊紙。跟住自助兌換機就會唱好硬幣出嚟㗎喇。如果你想再方便一啲，可以購買我哋嘅會員卡。只要到達設有會員卡機嘅分店，放入紙幣就可以購買我哋嘅會員卡。亦都可以用會員卡機嚟充值你嘅會員卡。根據唔同嘅充值金額，仲可以有唔同嘅卡友優惠添。我哋嘅自動售賣機有售賣裝衫嘅大膠袋同埋洗衣柔順紙，只需要投入相應嘅金額，撳一撳掣就買到㗎喇。然後輪到介紹投幣洗衣機嘅用法。首先將衣物放入下層嘅洗衣機，然後投入硬幣，記得唔好入得太快喎。入好硬幣之後，就可以撳啟動掣。當時間倒數完結，洗衣機完全停止轉動之後，就可以攞出洗好嘅衣服。下一步為大家介紹投幣乾衣機嘅用法。首先都係先將洗好嘅衣服放入上層嘅乾衣機，然後投入硬幣，記得唔好入得太急喎。入好硬幣之後，可以按照衣服嘅數量同質地，選擇合適嘅烘乾時間同埋溫度。一般嚟講，烘乾36分鐘最為合適。當時間倒數完結，乾衣機完全停止轉動之後，就可以將暖粒粒又乾淨嘅衫攞出嚟。然之後咪就係攞啲衫返屋企着咯。水漾 E 方，讓我們為你多分擔一些，多一點休息，多一點舒適。